大家好，我係蔡師傅。過往除咗報課程提升學歷，同時去考牌之外咧，資歷架構咧喺15年咧，亦為機電業推出咗呢個過往資歷認可嘅機制嘅。咁呢個咧就係咧可以將你嘅工作經驗咧去做一個評級啦，從而達到某一啲課程咧或者牌照嘅豁免嘅。水務署呢個咧就係公司嘅牌照啦，而中間呢度咧就係咧持牌水喉匠嘅一個個人牌照啦。之前介紹過啦，持牌水喉匠係需要第一部分同埋第二部分兩個課程都要順利通過咗之後咧，先係可以做到持牌水喉匠啦。咁而呢度嘅評級過之後咧，咁你就可以叫豁免咗第一部分啦。咁而最下低咧，咁就係咧機電工程署認受嘅電牌啦。咁我睇咗個內容咧，大概係證書課程到係 QF2 嘅，咁即係大概係中3到嘅。而家同大家睇咗持牌水喉匠嘅內容先啦。註冊要求啦，咁就係資歷架構3啦，咁同埋資歷架構4嘅。咁若果想達到資歷架構3嘅話咧，咁就要呢個水喉安裝同埋水喉保養維修呢兩個嘅評級啦。資歷架構3大概係中專啦，而呢度資歷架構4咧，咁啊大概係大專程度啦。水務工程嘅項目管理咧，咁啊除咗可以豁免持牌水喉匠嘅第一部分之外咧，仲係可以考到頭先介紹嘅水喉公司牌照嘅。個學歷科別咧都要有限制啦，咁啊屋宇裝備啊、電力啊、消防同埋機械呢一類嘅 QF3、4課程咧先係認受嘅。咁啊考完之後咧，咁啊仲係可以申請翻退還翻個考試評級費用嘅。目前考試嘅機構咧就係由 VTC 職業訓練局嗰度舉辦啦，大家落到嚟水務工程睇啦。咁頭先咧就介紹咗呢個水務工程啦。咁啊佢嘅評估形式咧就筆試咧就係佔40% 嘅，而面試咧就係佔60% 嘅。咁啊評估費用1200蚊啦。而我睇咗入邊嘅內容咧，咁啊大概面試咧係20分鐘嘅。咁而落去啦，大家見到水喉安裝資歷架構咧有1、2、3啦。咁頭先介紹咗啦，係要3級呢一個咧，咁先係認受到持牌水喉匠第一部分嘅。希望介紹呢個資歷架構嘅評級咧，咁啊幫到大家多一個途徑去考牌啦。咁大家就咁多，拜拜。